外送平台 Uber Eats 要甲副片打买落来，不过公平会今仔日是宣布禁止两大外送平台合作伙。中部一间病院逼出麻菌株感染，即马是搁增加7个病例，包括医护人员、家属等等，目前拢总有12个人确诊。中国的电动车商比亚迪伫咧巴西工厂虐待工人，一礼拜爱做7天，逐天上班12点钟，假释搁袂输喷共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邓雅纯。咱今仔日的新闻头起先就来关心到中部一间病院逼出麻菌株感染，即马是搁增加7个病例，包括医护人员、家属等等。目前拢总有12个人确诊，酷热1014个接触者，就要监测到后个月1月初8。疾管署搁在公布，过来新增加7个麻确定病例，拢是甲12月初3公布的越南境外移入所引发的病院麻互相烧的事件有相关，分别是病院的3位护理师、1位清洁人员、1位医师、1位干部科人员，甲1位就医接触者陪看病的家属。在他住急诊跟住病房的一个过程当中，那有接触到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或是病人，或是陪病的一个家属。这个公务科的人员主要是因为他到急诊或是到病房里面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修缮的一些工作，那所以因为后来有产生症状，那我们也帮他做了一些采检，后来确诊是阳性。看一下整个互相烧的事件，包含进前所公布的指标个案，共班机确诊者以及后续病院相关确诊者10例，就已经总计12例确诊。卫生单位已经掌握相关接触者总共1014人。这摆互相烧的事件会监测到明年1月初8，全这病院也已经启动全医院港的麻疫苗注射计划。了解目前医疗照护工作人员的一个麻疹疫苗的一个接种状况跟他的一个抗体，医院也替这些医疗工作人员接种了麻疹疫苗，目前大概已经接种了1149人次，那也加强感控的一个措施，还有相关动线的一些规划。疾管署提醒，麻是高传染性疾病，出片前后4天拢有传染力，民众非必要应该减少去医疗院所，才开传播场所。而且今年国内感染加境外移入麻的病例，拢创下5年同期上多，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个查某囡仔伫麦当劳做工读生，那却受到主管性侵落尾行地路的案件。劳动部长洪胜汉表示，资方应该是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毋是将加害者开除就当做无代志。台北市劳动局嘛要甲这间麦当劳罚100万。另外，这个查某囡仔的老母阁指出，囡仔离职了后，为着要倒趁所费，结果互诈骗买40万。投资这样获得利润，就可以帮助家里。为着退出来倒趁钱去陷入诈骗，未成年的查某囝伫麦当劳做工读生的时阵，疑似互主管权势性侵害有1年。离开这个工课，报警查了后，想要继续趁钱，却拄到网络投资诈骗，然后甲放动你的借要40万拢哄骗了，甚至阁因为提供口罩，变做诈骗集团的人头户。我妈妈阁较毋甘的是查某囡仔本地是长头章，哄性侵害了，就一直甲头毛加掉。然后他觉得说这样子，然后看起来像男生一样，这样子就不会有信心。查某囡仔妈妈阁讲到10万的主管，常常也会当加百万趁钱的集团来威逼侵犯，甚至对查某囝手机的赖的对话发现讲，这个主管疑似嘛有对其他的查某同事性侵害。妈妈不满讲因囝的身心严重受创，落尾是行底路，但是麦当劳敢若开除10万主管，处理态度是真消极。进前雇主来引导嘛，敢若讲危害尔，嘛是无回实的。这个事件是引起真大的关注。劳动部长洪胜汉讲，雇主不是开除加害者都无代志啊。听闻性骚扰的状况都必须采取立即有效的纠正跟补救措施。我们也会在法规上面做出很清楚的认定，绝对不会和稀泥。依法规定，雇主只要接到真情，除了随处理，阁要予伊心理咨商、医疗等必要的协助，而且检讨员工的工作环境敢安全。这部分麦当劳到底敢有确实执行，拢要查明。有一些相关的教育训练提供，
好跟这个工作场所环境安全的这个防治的检查检核，那这个都有可能会是雇主没有尽到他该有责任的地方。小女的家属一直等无麦当劳和涉案主管会当回事理和赔偿。专案的权责处理机关台北市劳动局在接到麦当劳提出的调查报告了后，认定麦当劳司法了无对受害者提供必要的服务，认定违反性别平等工作法罚100万。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咱国内爆出有关查某囡仔翕私密影像放伫咧网络卖的代志，检方是原底求刑5年至30年。台中地方法院伫今仔日一审判6个人1年5个月至12年的刑期。检警查出陈作为等6个查甫人，以做马道翕相地当趁钱等的话来骗查某囡仔翕私密影像，拢总有86个人受害，上细汉的干那9岁。检方认定陈作为等3个人犯刑情节重大，求刑上重的30年。台中地方法院今仔日一审是依照违反《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等的罪名来判陈作为12年的刑期，其他5个人是分别判1年5个月至10年。刑期，专案也阁会当上诉。继续来关心，去年有一个1岁外查甫囡仔凯凯，那像去互年母苦毒甲死的案件，即马是已经进入国民参审的制度。今仔下晡召开准备听诉庭，伫咧中外是有真侪家长团体来咧抗议，要求爱甲因判死刑。目前这对年母姐妹仔是有关唔认罪，因那凯凯老母是讲，伊无要申请赔偿金，是干那希望法院会当赶紧来审理，还凯凯公道。看到修车进入，抗议民众情绪激动。1年前的平安暝，1岁外的查甫囡仔凯凯伫等待收养的过程，亲像互这对姓老年母姊妹仔苦毒死亡。专案目前进入国民参审制度。2月下昼召开准备听诉庭，各地家长除了发文哀悼，也动员去旁听。看到他的相片，就会掉眼泪，然后听到他的哭声，他那个哭声很凄厉。然后你整晚都不能睡，整晚都在哭。现在这对保姆姐妹，她们之前有透过律师团认为，如果这件事情上到国民法庭这边，可能会影响到她未成年的子女。那他就没想到凯凯，他只想到他自己的子女，那别人的子女呢，就活该死吗？活该被虐死，还虐了114天，这个不是故意杀人是什么？检察官针对姓老姊妹仔为2023年9月到12岁的虐待行为，也提出刑事证。包括姓老坐卡站摕物件拍凯凯，甚至撒伊弄壁。姓老妹妹是已经甲靠凯凯阿妈棍等等伤害，不过姓老姊妹仔有冤否认犯罪，互凯凯亲友更较受气，呼吁法院爱肃审。毕竟事情都已经发生1年了嘛，你像当初郑捷，他从定验到执行才18天，妈妈这边她本身是对凯凯这件事情她非常的难过，然后她也很坚持，就是犯罪人的那个补偿金的部分，他不要申请，因为他认为他不要用小孩子的命换来的钱。当初犯嫌姓老姊妹仔讲，凯凯是英年死亡，代志过1年，家长团体伫法院外口夜排呼吁，激动处唯伊死刑。凯凯亲友也希望法庭内会当出现更较侪证据，害凯凯一个公道。记者综合报道。外送平台 Uber Eats 要甲 Foodpanda 买落来，不过公平会今仔日是宣布禁止2大外送平台合作伙，因为合并了后市占率就超过90%， Uber Eats 就无竞争对手啊。考虑到整体经济利益，才会将这个收购案好决掉。外送平台 Uber Eats 今年5月宣布要开9亿5000万美金来并购。Foodpanda 台湾外送业务，互大家惊一日。不过经过公平会审查了后，伫元旦节即天确定判决。Uber Eats 主要的竞争压力是来自于 Foodpanda， 那结合以后会消除掉这样的一个竞争的压力，它完全可以不受竞争的束缚。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它可能更有诱因，会对消费者提高价格，甚至也会提高对餐饮业者的抽成。公平会指出，市场调查结果显示，2个外送平台若结合，市占率达到90%以上，有明显的限制竞争的问题，对着整体经济利益不利，所以讲结合案不通过。他们主张结合以后可以提高外送网络的密度，来实现所谓的密度经济，难以检验它的真实性，那在短期内也很难实现。对着公平会决议，外送产业工会表达感谢，并且强调外送平台已经进入台湾超过10年，呼吁应该赶紧订定专法，保障外送员的权益。
我们也感谢公平会能够从善如流，为外送产业的未来取得更大的利益。因为其实如果变成是独占的话，其实对外送员、对商家业者，甚至对消费者都是三输的局面。今天显然大家来是带礼物过来的哈，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公平会能够不只针对形式上面，也针对它实质上面会产生的影响，能够继续去follow哈。同一天，行政院秘书长景明欣率领4位公平会委员被提名人拜会立法院国民党团，互关心外送平台并5案的国民党立委讲是早礼物来，气氛真好。也老 Uber 是发声明稿表达失望，讲对宣布并购以来提出多项附带条件提案，以外无多解决公平会烦恼代志。不过强调继续致力投资台湾，加带来创新。记者综合报道。有一款物质叫做 PFAS， 有防水耐烧的特性，会用伫咧化妆品、食面的包装等等。毋过嘛是一款会维持真久的污染物，部分佫有致癌的风险。所以卫福部食药署今仔日是宣布，对明年开始，化妆品全面禁用 PFAS 这款物质，违规上当会当罚到500万。具有抗垃圾、防破水内的这特性 ，PFAS 全佛多氟烷基物质应用伫各种产品。包含化妆品、食品包材等等，有一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环境部已经公告甲预告，禁含超过500种。卫福部食药署宣布，对明年元旦开始，13种的 PFAS 伫化妆品禁用。违者处新台币2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PFAS 其中的2种，全氟辛酸甲全氟辛烷磺酸，被认定是有着感的风险。伫国内是毋是存在食品内底呢？食药署分别伫18甲112年检验过232件样品，发现数值瓦群背景值无明显的过样。所以也拍算对着食品的包材是毋是养出来这个问题来进行实验。会不会里面有一些成分迁移出来，跟食品接触的时候会污染到我们的食品？我们食品里面法规有一个叫溶出试验，那我们都会持续监测。对了解 PFAS 是毋是存在伫环境内底？环境部109年开始调查伫全台30几条河川的鱼类，加河底的蓝土霉显示数字并无偏悬，要逐年下降的情形。为了确保民众健康，也是公告甲有告部分种类禁含用，因为伊是真歹分解的化学物质。因为它是一个很难分解的化学物质，所以它会借由在环境流布里面可能就是食物链饮用水这边会进到我们的身体，它不容易排出，所以它会有累积效果。环境部也为此要来修正饮用水水质的标准，强制立管 PFAS。化学署讲 ，PFAS 种类有上万种，即阵国际上先对流感风险较悬的种类来进行研究，其他的种类是爱来继续监控。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又阁有国小的棒球队教练传出夜堂时甲学生开用歹听话、甲因侮辱等等的行为，教育局甲校方是拢已经展开调查。因为学者是建议讲，在教练的培训爱加入霸凌甲性平事件等等的课程，要阁互教练照传统的方式做出不同的教学。球局就踩伫球场边，场顶拢无人。台中市丰原区一间国小的棒球队，有球员的家长指控讲，总教练涉嫌体罚含黑白骂学生。学校含教育局拢证实有接到投诉，已经开始调查。接获家长反映，该名教练已有言语不当对待学生，教育局已责成学校加速调查。经查证属实，将依情节轻重，最终可处以解聘之处分。教育局讲，这个教练是学校家己请的。今年3月就捌互投诉讲，用校卡去讲学生的肩胛头不当管教。查证了是事实，记一摆新改。这摆是互家长反映讲，用不当的言语去侮辱学生。人本基金会肯定学校积极在调查，无应该以比赛的名次还是学校的名误做考虑，都凊彩处理，互无适任的人员伫国校走跳。漠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如果我们这个观念不翻转，我们的这些的就是体育班的学生，其实还是会受到很多的暴力对待，包括语言，包括就是体罚。学者建议讲，现行的教练证是单项运动协会核发的，嘛应该进步，把霸凌和性平事件这通识课程加入去，避免教练各用传统的方式去教，结果踏入管教的红线，对师生拢是一种保护。就是过往教练证的发放，它可能重点放在是你对这个运动专项的了解，或是你的技能嘛。那可是我们相对的现在
随着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变，我们可能对一些比较通识，例如儿少权益或者性平的这样的课程，我想应该还是要适度的加入在我们的培训课程当中，这样才可以保护教练，也可以保护我们的学生。针对个别小孩的部分，那个是比较个案，我觉得他不能统概到说教练对所有的小孩都是这样。不过，有其他的球员家长讲，投诉这是个案，这个教练对其他学生并无不当管教。教育局强调讲，这个教练是一年一聘，若是查证了后发现是事实，上当会当甲改聘。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警察局统计，12月到今，全市有1097件诈骗，损失超过5亿7千万。其中投资诈骗有关是占上多，而且最近阁查到虚拟货币诈骗是怪民众去使用因提供的假软体，讲要来投资，毋过有人已经被骗700万。来到永租公司，警察查到未少处提土地的所有权证，发现这间永租公司敢若甲诈骗集团斗空，骗民众抵押房产换现金，也钱拢互怪怪去。投资的标的就是虚拟货币，其实也是后端他们在控制的啦。你登录了以后，就是会看着那个网页，你投资的虚拟货币，比如说投资100万，100万它获利可能1个礼拜、2个礼拜就获利了200万、300万，那你就加强投资嘛，所以你才去房屋去贷款。高雄有受害者今年8月互扣入去虚拟货币的投资群组，讲若投资的大趁钱，甲受害者洗脑，搁做假软体页面看个人约的数据，骗人直落钱入去，甚至推荐永租公司互受害者借钱，有人因为安尼哄拐680万。根据高雄市警察局的数据显示，这个月初到中旬，诈骗受理1097件，财产损失超过5亿7千万，假投资占上多。被诈骗的也有长者，但是也有年轻的，也有这些小资族。不管这样，但是这个他可能就是利用人性，所谓的投资获利。虚拟货币诈骗案愈来愈多，台湾证交所提醒讲，互诈骗集团证名，利用社群平台发布买虚拟货币的工作机会。记者员工招民众加入社群，要求提供个资，佮讲有听息会当趁钱，骗民众落资金遐是买虚拟货币，在拐钱的后步数，民众就爱势利。记者高雄报道。来看台南新化顶个月发生一件回烧车的意外，有2个人烧着伤。尾仔查出是因伫咧车内有先摕除草管仔喷过，结果随伫咧车内用赖达点烟，才引发爆炸着火。消防局就提醒民众，若是有用迄款高压的喷管仔，一定要遵照产品的用法，才袂发生爆炸。消防车到火烧车的现场，规台车是已经烧起来，阁无出乌乌的高烟。好在在车顶2个人是自行脱困，但是小工起用烧伤。顶个月底发生伫新化的火烧车意外，经过将近1个月的调查，是车内喷除草剂又个点喷引起。研判是因为那个车内的人员使用车内的除臭剂未依照使用说明，并且在车内使用打火机点香烟造成的。根据消防局的调查，起火的原因就是车内除草剂爆炸燃烧，因为除草剂成分有乙醇、银离子抗菌剂、芳烃以及推进剂，喷伫车厢内，浓度达到爆炸的界线，拄到火源就会引起爆炸燃烧。市面上嘛有真侪除草剂，成分大部分是真相同，但是后面其实嘛拢有标示注意的项目。其中的推进剂里面可能部分成分是属于烷类跟1,2,10,7等成分。如果在未通风跟依照使用说明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些燃烧的危险。不能在密闭的空间使用啊，切勿靠近高温跟火源啊。什么太阳直射啊、火焰处啊，那个使用说明书要看一下。消防局是提醒使用相同的相关产品，就一定要详细看使用说明，确实安全操作使用，并且伫车厢内喷，关起来一段时间了后，就一定要完全拍开车门，车窗通风，和高度降低，避免意外来发生。记者王正云台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有一只阿塞拜然的航空的飞行机失事，25伫咧哈萨克摔落去，机顶67个人，已经确定有42个人不幸罹难。
对画面当中会当看到这只飞轮机闪落去地面爆炸了后，就来引起大火，看到是真惊人。这只飞轮机原底是对阿塞拜然的首都巴库要飞去车臣共和国，因为大雾改变航线，所来发生意外。目前机顶67个人，确定42个人死亡，有救到25个人。因为事故到底是安怎会发生，也搁来调查。今仔日是圣诞节。天主教的教宗方济各伫咧梵蒂冈主持平安的弥撒，呼吁世人得爱提出勇气来改变。另外一方面，耶稣出世的所在伯利恒已经连续2冬的耶诞节农地战争。伫咧叙利亚有数百位基督教徒因为一丛耶诞树互人放火烧去，就来发动抗议。方济各历时主持平安夜弥撒，高展开2005年天主教禧年，伫仪式中拍开圣伯多禄大教堂的圣门，伊坐轮椅从撒勒划过，代表2025禧年正式开始。预计明年会有3200万游客造访罗马。禧年风看作是和平、原谅甲赦免的时期。E ce ne sono tante desolazioni in questo tempo. Pensiamo alle guerre, ai bambini metragliati.Alle bombe sulle spoglie e gli ospedali. Non indugiare, non rallentare il passo, ma lasciarsi attirare dalla bella notizia. 耶稣诞生地约旦河西岸的伯利恒，是连续第2年处伫加沙战争乌影之下，数百人组织弥撒。以色列当局温存耶路撒冷，拉定礼宗主教披萨巴拉斯基到加沙弥撒。外口是会当听到无人机伫附近飞来飞去的声音。加沙所弄的巴勒斯坦基督徒伫圣家堂自以下冲突了后，伫遮寻求庇护。أتمنى السنة الجاية إن شاء الله يا رب مثل هاليوم نكون نعيد في بيوتنا。叙利亚西部城市哈马附近以基督徒为主的市镇，苏凯拉比亚市区圆环中央一粒大型弹树焚烧，首都大马士革的基督徒历时就安尼上街示威。من الأساس الدين المسيحي موجود بسوريا من الأساس راح نهتم بسوريا。根据了解，有几名穿连帽衫的人士点火烧耶诞树。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表示，放火人并不是叙利亚人，是来自伊斯兰主义团体民族学行为者。示威者呼吁叙利亚新的临时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少数族群。但2礼拜前，叙利亚阿塞德政权交予反抗军杀倒，领导叙利亚的三无解放组织捌承诺会保护叙利亚的少数族群。公司新闻有连编译。美国总统拜登特赦37位死刑犯，甲因减刑做无期徒刑。准总统 Trump 随着宣布，等若伊上任，就要大力来推动死刑。另外，Trump 搁再讲到，为着航线甲矿物，要甲格陵兰买落来。不过，南北政府嘛搁再强调，因无要买，而且搁大大增加格陵兰的军事预算。后任美国总统川普离时伫家己的社群平台反击拜登为死刑犯减刑的做法，讲家己就任了后会支持司法部大力推行死刑，以保护国家家庭甲儿童免于强迫犯、杀人犯甲恶魔的侵害，袂互美国搁一摆成做有法治的国家。川普长期支持死刑，竞选期间更加呛声，要将杀害美国公民的移民、甲毒贩、人口贩子，拢当伫死刑适用范围，作为政治犯罪问题抢大志。现任总统拜登23将40岁联邦死刑犯中的37人减刑为无期徒刑，袂当加释，3名维持伫死刑名单，是种族仇恨甲恐怖攻击罪犯。拜登伫声明中谴责这寡罪犯，也替受害者家庭感觉哀伤。也毋过强调，袂当看到川普新政府继续执行死刑。主张废死的民众甚至受害家属，拢希望拜登做得更较彻底一点啊。But we urge him to finish the job. Do not give Trump the power to execute anyone. When Donald Trump gets to execute them, what will really be happening is that they will be given a global platform for their agenda of hatred. When you put a killer on death row, the families are left to be hostages for the years and years of appeal that will continue to come. 川普23也重新提起伊顶一届总统任内，想要买单北驻地领土格陵兰的主张。格陵兰位伫北美甲欧洲的上底航线顶，运装重要矿产。美国伫当地设有太空基地，中路也拢想要掌控这个区域。川普表示，为着各国安全甲自由，美国有更加控制格陵兰是绝对必要的。南美总理虽过一摆严正表态，格陵兰是毋卖。
但被国防部也宣布增加去年15亿美金的军事预算，会当用来买2架新检查船、2架长程无人机，增加2支细车艇巡逻队，各为北约司令部增加人事预算，升级民用机场提供 F-35战机起降等等。有军事专家认为，这是川普施压单位增加军事预算的手段，因为增加去年军费已经讨论真长的一段时间。但被国防部长普尔森家己经体伫这个时间点宣布，是真考试。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中国上大的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逼出伫咧巴西工厂击退200位中国籍的工人。巴西官员调查发现，讲这工人一礼拜爱做7天，逐天上班12点钟，而且食食拢白输喷共款。目前这间工厂是已经向天工当咧进行调查。空间真矮，无啥物光线，环境是搁垃圾搁乱，嘛无碰床。现场163个中国籍的工人，只好直接困伫茶房顶悬，也是搁铺一层薄薄的床巾。伊嘛无拄啊会当放私人的物件，讲是宿舍，但是看起来和家具差不多。中国上大的电动车制造商和手机大工厂比亚迪，说伫巴西工厂phòng检机做工课条件真歹。根据了解，这中国籍的工人是互外包公司请的，因一礼拜爱做工课7天，逐天上班12点钟，会使讲。拢无休困时间，而且卫生条件真歹。每31个工人做伙用一间便所，工人只好伫半暝4点都要起床排队去便所，才有法度伫5点半准时出发去上班。户外空地用铁皮互炸大咧，都是灶骹含食饭的所在，所有的食材拢放伫涂骹，边仔放亲像是喷的桶仔，看起来真无卫生。巴西检察官办公室去稽查，灶骹负责人较紧解释讲，菜伫边仔乱七八糟的便当盒仔是工人食中昼顿剩的，是袂付处理尔，绝对毋是要准备互因食的暗顿。另外，工人嘛无清气的水通啉，只会当对水坑内面好水来啉。涉嫌扣到劳工的工厂是比亚迪第一间设伫亚洲以外的工厂，原定2025年3月启用。巴西官员的调查报告指出讲，工厂除了无安全设备和装置，管理人员阁会霸凌这个工人，会甲因站、甲因拍，还是甲因骂，或者工人身心拢承受真大的压力，因为已经构成强迫劳动。工厂已经向下令停工。比亚迪除了回应讲承认管理疏失，而且强调会改善工厂的防护设备、工人的住宿和食物件的条件，卖和外包公司合作，确保所有工人的待遇拢符合巴西法律的规定。公司新闻新闻部的编译。镜头转来看国内，国民党参民众党联手杀过在违法手法，包括高雄、台南、嘉义县、屏东甲澎湖，拢总5个民进党执政的县市首长做伙徛出来抗议，讲手法会扩大南北城乡的落差。民进党主席赖清德也表示讲，拍拼发展建设的地方，电倒是会受到新法的惩罚。不过，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是呛讲，中央假啊咧花无钱。地方声音要重视。大家较重视地方的声音。民进党南部执政县市的首长，包括高雄市长陈其迈、台南市长黄伟哲、嘉义县长王忠良、屏东县长周春美和澎湖县长陈光福，因2个拢特别来到台北，抗议南北两党是联手恶收财违法，中央要放出3753亿给地方。陈其迈批评南北无先划分事权，是先给地方钱，再去讨论安怎开，扩大城乡的差距，和高雄、台南变作6岛内面前2名的受害者。我们在财政所得的逆分配，这个对南部来讲是非常不公平，所以也进一步的扩大南北差距，恶化城乡差距。这不是中央跟地方的战争，也不是县市间的战争，是政客之间巧取豪夺、作践南部的一个战争。修法了后，照分配比例，人口指标占45%，加上盈利事业的营业额30%，已经到75%。王忠良讲，北部工商发达，加深重北轻南，认为讲应该将农业贡献来纳入分配权中。但讲后是不满讲，澎湖增加预算比金门、马祖更加少。那这次只有陆役10%的权重，海役全部没有纳入。走到现在要到屏东的时候，请不要挡住我们。请让给我们机会。民进党嘛转达主席赖清德对财违法的态度。赖清德认为讲，拍拼发展建设的地方政府和民众会受到新法的惩罚，危及国级政府的施政。不过，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呛讲，财违法的手法是下时代的成果，国民中央是在解散、靠散。总统不要忘了，你是中央政府的总统，
你也是全台湾所有地方各县市的总统，增加374亿。当然，在整个增加的比例里面，我们还是全国在人均的分配率里面是最少的，但是我们永远心存感激。制裁法修法后，我们把饼做大，也可以让6都以外的县市得到实质的益助。侯友宜强调讲，每一省钱拢会用伫上重要的所在。主办咱就回应讲，会持续推动起捷运、改建校舍、治水等等。针对陈其迈指控讲，连赢执政官市的预算增幅拢伫后壁几名，国民党质疑讲，民进党行政院并无提出任何财委法的版本，替地方争取预算。国民党嘛强调，修法并未影响到药理津贴和铁拍实这相关补助政策。记者综合报道。昨立法院将大法官7位被提名人龙宗浩决掉。总统府秘书长潘bình安强调，总统热清调会伫咧期限内底完成补提名。因为针对着立法院前一昨仔三读通过3大修正法案，潘bình安嘛指出，总统会依法来公布，不过嘛尊重行政院敢会提起复议。那么。不需要任何人私下向我澄清，请问总统派谁去跟刘建怡澄清？我逐一打电话向各位被提名所以你就打给刘建怡嘛。致意，私下打电话给他的很多人。很多人啊，所以你是很多人安慰其一嘛。总统府秘书长潘bình安正是伫立法院全面否决大法官人事案了后，受大总统指名，一一卡予7位被提名人之一，也包括民进党立法院封杀的刘静怡。佮表示，府方会伫法定时间2个月来完成补提名。各界也关注立法院顶日伫冲突中通过的宪法诉讼法、财委法、选罢法修法，大总统敢是会如期公布。总统作为宪政的守护者、宪法的守护者，当然会依法公布。总统府在昨天下午，好像是傍晚的下午的时候，有收到这个样的这个咨文，但目前还没进入到程序。如果行政院提复议的话，当然总统就会核可，就会进行到复议，是吧？这个我要尊重，我们要尊重行政院。潘bình安指出，大总统要求行政院应该复述，总统也依照宪法规定公布法律，也好经歌团。大总统会启动议制调解权的讲法，同时立法院民进党团启动救济手段表态，准备对宪诉法、选罢法提出释宪。民进党团，我们已经进行宪法诉讼法释宪案的准备，我们会尽速的来递出。行政院要用合理合法的方式来提出救济手段，我们愿意遵守。根据了解，总统公布法律了后，行政院会伫10天内对3大法案提复议案。另外，敢是会提出释宪，还是有其他应用做法，由员咧继续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前一阵仔逼出800案，民众党团批评卫福部做的调查报告根本就是咧互相暗唬，而且是对受害者造成第2间的伤害。民众党团阁表示讲，若是无将这800案彻底调查好清楚，就要甲卫福部的预算案全部保留。卫福部长长官技术强标职员侵权，甲拍地更新，还有其他长官录音档流出来，对员工大声喊骂。政治技术执场800案件咧滚价，民众党团认为卫福部做的调查报告无对外公开，这期官官相护。卫福部长柯泰源再去参加立院规款会，伊回应是为保护受害者个资，已经将去识别化的调查报告送到国会员办公室说明。到委员的办公室有12名请他们去审阅了那大概这里面也有各个党派大概那我们当时的决议是2个礼拜内会完成，我们都是按照会议的协议在进行。民众党立会陈昭祖表示，送到委员办公室的报告书看完就回收，所以伊甲助理用记忆倒出大部分的数据，佮用其中一件无成立800案做例，因为公务员加秘书后清算，唔敢接受调查访谈。刘义娟的匿名的问卷有140份，但是有114个人他不愿接受访谈，所以我不知道他怎么去挑了17个人出来。而那17个人出来，15个人都帮他讲好话。陈昭祖呼吁卫福部爱提供予员工员工进会，而且唔惊被秋后算销申诉机制。若无调查报告出来，也只是造成被霸凌者的极度伤害。各地的维权会顶悬，各要求柯泰源爱回失礼。你道歉那一句道歉都没有，你要道歉要有为什么样什么事来道歉。好，那我明白了，那就是我们民众党团跟陈昭志所有的这个
这案件我们就全数保留。在会后会当中，民众党将为发布有关提案全部保留。总调黄国昌伫这进程就强调，若为发布无直接互真相水落石出，民众党会具体反映伫对为发布有关审查定权。记者综合报道。兴达电厂当咧改建，但却传出厂区内底应价施工步道无平，甚至是生鲜，造成工程人员受伤的问题。而且今年4月，佫有发生工人涉事的意外，都有人质疑厂区根本就无重视工安。台电表示，施工计是拢要求厂商爱符合规范，会佫去了解详细状况。因若劳工局初步认定是有缺失，会派人佫去劳检。若是发现违反规范，上当是爱罚30万。施工的时，行的踏板脚轻轻打就翘起来，脚一高也会当翘起来。另外一边是有破空，也是关节无平。有一寡应价甚至已经生鲜，多数民众指控工地会当讲有真侪所在拢有问题，身体红烤伤，也是夹着伤拢是异常。踏板每个都像脆皮酥一样，都是泡水泡到生锈，踩下去整个就碎掉。是用铁丝绑的，而现场我看全部都是用铁丝啊，因为就是那个。没有人要用的那个很久很久的材料那种感觉啊，然后就很烂。工程人员只要行伫顶面拢真紧张，都惊大无好势摔着伤，因为工地上悬有30公尺，挖10层楼悬，施工架甲踏板也亲像无符合安全标准。在我的左边是兴达电厂，其实在另外一头呢就是新建工程，但是有民众向我们陈情，在里头呢使用的阴架以及步道有些不符合国际标准。当咧进行基础更新改建的现代电厂。今年4月才发生工人坠落死亡的事故，从下令停工到裁罚，今麦阁互民众检举现场无改善，真危险。施工架的构筑材料有生锈变形的情形，而且工作台踏板未确实绑结固定，是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第6条第1项的规定。劳工局检视资料，初步认定厂区涉嫌违反治安法，会派人劳检，加强来去巡检，来去督导看是不是有这种情形。如果有，我们会去改善，但是目前来看，我们是都符合这一些国家所定的一些标准来去施工。工程已经为外施工，台电回应初步掌握，厂区使用的施工架拢有符合国家规范，会进一步厘清民众真正的状况，也会要求厂商一定要落实相关规定。记者综合报道。政府当咧拍拼推动发电绿能，伫咧西部是已经陆续咧开发风电。即马有业者规划要去到台东、太麻里、大武甲达人乡来建定风电机组。不过当地却是拢无啥知影这个消息，居民就烦恼生活甲观光会受到影响。希望业者伫咧送宽屏进前，会当好好来甲当地说明。台东县南回地区当天东北季风真强，俊和绿能的开发业者上钓，规划要伫太麻里、大武甲达林乡兴建6核型风力发电机组。这可能是东部头一件风力发电开发案，不过这3个乡的民众却是真少人知影，烦恼影响生活甲观光。不过有游客讲，可能会吸引更加多游客来观赏。风力发电是什么？增加景观啊，不错啊。因为风力发电机组悬度超过100公尺，东部阁直条风台，伫长25公里左右海岸兴建33部，总发电量231百万瓦机组，可能会有风险。也来兴建机组数上最大埔乡，乡民代表就要求先召开说明会再去开发。业者讲会到地方来说明，所有的风电建设拢会进行严格测试，通过国家标准才能兴建，也依照这个法规程序进行开发。还没有核定之前呢，师傅到我们乡里头乡公所跟我们这些代表村长讲说明会一下。是大家关心这个陆域风电的噪音啊，或是景观问题，那我们也会在遵守中央环评法规来把关，还有也会遵照台东的相关的景观条例等等的要求。台东县政府讲，东部要小水利加地热发电应开发，不过伫风台高风险的沿海地区开发风力发电，应该爱小心来评估，确保民众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年度10大艺文新闻。今年英国国家艺廊将拉斐尔、梵谷等等出名的画家的作品集合到奇美博物馆来展出。这个展览就成做年度10大艺文新闻的头一名。另外，咱伫咧巴黎文化奥运期间，真侪台湾的艺术家甲团体去到巴黎表演，展现咱台湾的文化，嘛成做10大艺文新闻的第3名。每一幅图拢是世界出名的经典画作，
英国国家艺农200年，因伫今年5月到9月，到基美博物馆办展览，展出本艺复兴时期拉菲尼的画作，到后印象派画家梵谷的作品，甲世界性的艺术品带入来台湾。这条艺文界的大事项，互人选做今年10大艺文新闻头名。英国的国家艺廊，他们愿意在200年首次到这个台湾来啊，然后将他们52张的大师的作品啊，让这个在台南的奇美博物馆可以呈现。我们更见识到台湾民众对艺术的热情，而且还有参展的一个高度素养。台湾bản松的传统民俗看蒙歌伫法国巴黎表演。今年8月，巴黎文化奥运有122个来自台湾的艺术家到法国巴黎办57场公开演出，累积超过7万人次参访。透过巴黎文化奥运，和台湾的文化走向世界。巴黎文化奥运也入选10大艺文新闻第3名。那我们的艺术家也到国外去，其实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就让国际也看到我们。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国际，我觉得是互相的，就是共荣的。那个荣有一个是光荣的荣，共荣；还有一个荣是融合的融，也是共荣。北艺大讲透过这2条新闻，通了解引进世界艺术到台湾，或输出台湾艺术到世界，拢是民众真要义的代志。另外，电影导演李安得到一本艺术大赏，2024台湾文博会伫台南举办。4月初3，大地东地区59大分子受损，拢入选10大艺文新闻。北艺大讲民众多元，显示愈来愈多民众关心无同的艺文公共议题。记者龚林玉凯台北报道。海委会2号发布头一波国家海洋污染防治白皮书，重点的工作就包括着海洋环境的监测、甲废弃物防治，也阁有污染防治等等。不过，即马在违法修法了后，海委会预算上济是会减少77亿，差不多占4成。海委会最委就表示讲，这对未来海洋治理的工作是有正大影响。海洋委员会伫咧2号发布国家海洋污染防治白皮书，提出包括海洋环境监测、强化海洋废弃物治理、提升海洋污染预防、加教育推广4大计划。其中海洋废弃物的部分，海委会目前已经甲60间民间业者合作，回收做成各种民生用品。像手内底这只项啊，是用奈拢的材质来回收再利用。因为呢，这物件若黑白乱弹，会造成咱的海中的环境的污染。海委会表示，今年风台造成真侪货轮扣刷，虽讲无造成大范围的污染，为着因应未来油、垃圾、化学物质污染海洋的危机，需要培训应变人力加扩充设备。不过，在违法修法案三读了后，海洋相关的预算会减真多。把国防预算保留起来的话，我们可能会必须被删到40%，这几乎就是腰斩了。我们所有接近海洋的工作跟海洋保育的工作几乎要被腰斩。主委嘛表示，海洋无选票，未来经费拨予各县市，无法度按算地方政府会用偌济钱来治理海洋。不过白皮书已经设定工作目标，海委会每5天就会检讨甲修订。记者柯昭阳高雄报道。台南顶街空山节，互人讲是全国上水的山拿顶节。去年就吸引到10万人去观光。今年的顶节头一届伫咧山拿内底设置6公尺悬的沙帽投影，嘛有50件的艺术作品，配合着地形来打造光影艺术。5月10日，无共小精灵的光影艺术伫山拿内面，四周围有大自然的声音。这个合作迷幻迷派对的作品，互人看甲无腻巴。有全国上水的山拿顶节之称的空山节，28要起过，以好行山公园做基地，结合11组团队，打造50件艺术品。特展团队讲，这回唔但有户外较罕看到的沙漠科技，嘛参社区结合，甲当地地价的元素放入去内面。地价其实是咱这个地区吼，不管是咱龙
价地区，甚至是咱关庙地区，才是一个做有名的产业。今年当然伫咱入场，大家拢有一个小提灯，这提灯嘛是让咱在地用咱的底下来制作。那在台湾为什么是首创创新？因为它是在剧场里面使用，那我们把它拉到了山林里面。那我们这次拉了6米高，那这一个动画呢，它其实是沉浸式的一个互动。空山祭到今第6档，今年以岩土新生做主题，希望用艺术能量，让这块地重新发芽开花。其实龙徛地区人口老化严重，敢若剩3000多人，是台南人口上少的行政区。文化局讲，这若是等艺术品尔，更加重要的是要让在地青年看到故乡的可能性，带动地方发展。本来是好啦，看老家开始歹咧。哦，所以对您来讲是真好有帮衬呐。对啦。人口的外移比较多了哈，那这一次的光节哈，其实也造就我们那个农街区整个观光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挹注了哈，整个观光行销的部分，包括一个观光的人潮都有大量的一个来涌进哈。两家的生态人文真丰富，具有特殊的屋地美景。今年顶节嘛参社区斗阵推出4条保港的小旅行，就是要让大家有保港的观光体验。记者李雄台南采访报道。伫咧新竹市有4个少年里长，同齐要来开一场演唱会，因佮专工去翕相，做出属于家己的海报，真趣味。就是希望会当邀请到志刚佮李明做伙来听歌，感谢因对社区的奉献。活在今天，活在期待，不如活得今天很实在。我说我懂了，会不会太快？未来的4个少年里长伫台顶，哪唱歌，哪跳舞，台下的民众手提火金棍。对歌声哪摇，大家拢学了里长真有才。我们的里长是多才多艺呢。我的里长少年个有冲劲，有迄个足好诶。伊爱18般武艺拢会晓。平常就是会一起分享里政的大小事，那刚好有这个机会在一起唱歌的时候，突发奇想，有这个想合作的机会，那也想要借此感谢支持我们的里民跟志工好朋友们。台顶表演的是来自新竹市4个无共里的里长。里长讲，为着这摆演唱会，已经连续几个礼拜，有时连民望嘛会望着家己咧唱歌。主要是希望用无同款的方式来感谢里民参志工。很多歌的诠释，可能也是我们里政的心情。对，所以其实我们在唱歌的过程中，有时候可能是我们第一个可能是心情的抒发，第二个可能是我们心境的一个表达的方式。我准备非常的多的歌曲，不管是快歌、慢歌、抒情歌、摇滚歌，还有主曲啊，都希望可以透过不同的音乐方式，带给大家不同的那个音乐感受。4个里长佮专工去翕相，做出属于家己的海报，送互来听演唱会的里民。大家拢讲里长的气势完全袂输专业的歌星。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中华是国内花草买卖主要的所在，其中有不少女性拢是结婚了后才开始做花农。除了爱自头开始学，嘛得爱兼顾着种花石头，也佮有照顾处理的工课。中华田中的妇女中心就访问着6位花农，要来了解这女性为家庭、为生活付出。真实手解说食物安怎校正，桌顶的空气往来拢是伊的心血。这位嫁来台湾参买10多年的王梦，深头对花草真清楚，因为内家的事业才开始接触园艺，后来找到兴趣，发展出家己的事业——空气往来。我自己有兴趣，是因为它对我来说比较轻松的一段事情，比如不用靠自己体力去做。然后还有就是说，我玩出自己的兴趣，它就是很简单，需要通风、光线、水浇水就好了，很好养的植物。早前社会妇女总是嫁对嫁飞，嫁到对到走。伫参买有袂少查某花农，是因为翁婿才踏入种花之途。田中妇女中心透过访问6位无同年岁的花农，了解因的生命故事，用展览互大众看到女性为家庭、为生活的付出甲坚强。遮花农伊拢最近呢，啊，毋过伊即个嘛有创作出
家属会家己一片天。上便所这件代志其实是更较普通袂过的代志，啊，毋过咧，伫咧花农，尤其是女性的花农辛苦中，无想到是遐尼困难的代志。阮伫采访的时阵有发现讲，遮个女性拢是为结婚了后才开始做花农的，啊，除了讲农务的工作以外，嘛爱负担足侪家务的工作，田内底做工课嘛会拄着一寡性骚扰，啊，遮个性别议题拢是需要咱去重视的。过去人讲嫁着做田翁，每日无闲热头脏。主办单位表示，种花草无论风吹雨淋，拢爱做实。遮个女性花农，有人拼死行出家己的事业，有人用充满疗痕的双手，种出一蕊一蕊的水花。希望透过展览，互大众看到女性论命的精神。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为着要达成台语家庭4万户的目标，文化部启动培育台语家庭的计划，鼓励民众做伙来登记成做台语家庭。文化部嘛伫咧各县市有开真侪课程甲活动，包含着戏剧、导览、嘛有广告师的训练课程。目前是有10个县市来参与这个计划，就是希望会当鼓励大家来发展台语。台语路青组乐团招待凯大人囡仔做伙来跳舞，乐团的囡仔嘛伫现场分享家己讲台语的经验。一摆就是受水的时阵，有一个弟弟就走过来问我讲：“你们是在说日语吗？”在台湾讲台语，毋捌的囡仔所听无，佮当作是外国话。这款现象嘛，展现推动台语家庭的重要性。文化部在2月举办培育台语家庭计划的启动记者会，打算透过韩国县市民间团体合作，用多元的方式鼓励民众伫家庭生活中发展台语的使用环境。我们长期是在华语的主流下，大家都流失了，所以就华语，因为恢复母语，就是恢复每一个族群都是平等的。都要开始啊！文化部表示，只要2人以上，就通登记做台语家庭，总共分做2类，有初阶的台语学习家庭，甲正阶的台语文化家庭。若是学习家庭，通摕到讲台语礼包，内底有送台语文作品甲意识手册。毋过，不管是倒一类，拢要透过参加文化部认定的台语课程甲活动，才通累积点数，领到奖励金。有学者就呼吁文化部针对这个配套课程甲活动，就要有监督的机制，才袂互内容走精。咱学界吼，也是讲公民团体吼，已经对台语的这个学习吧、教学已经有一寡社会实践的一寡成果的这个团体，咱嘛会当共同哦来甲文化部来制定一寡对这个台语家庭伊安怎实践了后伊的成果有一个监督的这个机制。阮不管是县市还是民间的活动，阮拢有阮的辅导团会去甲因看。啊，讲迄活动无够，譬如讲伊若无够讲符合讲。譬如说台语的比例啊，是讲嘿，我拢会甲迄个因讲恁来改进。文化部表示，这个课程和活动有包括意识培育课、戏剧和导览，另外嘛有训练父母讲故事的课程，希望用多元的方式互台语家庭参与。目前，敢若10个县市有设台语家庭推广点通领礼包。文化部表示，会阁继续拍拼，打算明年底进前成并2万户的台语家庭起来，希望到2026年通达成4万户的目标。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16度至19度，中部地区16度至24度，南部地区17度至27度。东部地区17度至25度，还有外岛地区13度至20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暗新闻，我是丁雅俊，祝大家元旦节快乐，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